各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12月25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这几天全台湾天气是拢真寒，咱先来关心寒流上新的消息。今仔日透早上低温是伫咧南投中寮，敢若有3.3度，创下今年寒人上届低温的纪录。气象局继续针对20个县市发布低温的特报，按算到后礼拜一24才会回温。不过，也是有不少唔惊寒的民众去中南部的山顶佚佗。寒流来，海拔2700外公尺的南横公路阿口沿线，24早起温度只个那2-3度，有真侪人来遮翕相。民众也阁发现山区几条小瀑布，经过一暗了拢结冰，变做正水的冰瀑布。水都结冰了。台中市海拔2574公尺的富寿山农场，透早也出现零下4度的低温，农场内南因湖也结冰。冰甲会当对湖边规个出过去，唔好讲湖顶边结冰是旧年2月的代志。福寿山农场最近的温度都在零下，特别是从晚上7点到隔天早上的9点，温度都在零下。冷空气甲规个台湾拢砍掉的，气象局对20个县市发低温特报，关山的部分是玉山的零下9.2度上低，不过因为水汽无够，南投合欢山透早虽然零下6.1度，也是无落雪，要看雪的人真失望。很失望，今天水汽不够，没有下雪。本来是想追雪啦，雪链都租了，但是没有，应该派不上用场了。气象局讲，拜六礼拜2天拢是大冷的天气。高雄以北加宜兰也是有可能出现6度以下低温，后礼拜日日时才会回温。后礼拜三东北季风增强，天气也会有变化，民众要先注意。记者综合报道。镜头转来看咱国内真有名的网络册店博客来，因为甲一个已经在因遐食头路20多年生理的清洁人员，向家洗头路，却引起正大的风波。目前博客来随甲这个总经理调离开今卖职务，嘛启动内部调查。也那目前上新的进展，博客来昨昏暗时已经甲这个生理的清洁人员达成和解，不过和解的金额双方是无愿意公开。2022年12月24日，下昼甲博客来达成协议的内容为博客来公司弥补过去21年应付我的费用，多谢大家，也感谢博客来。博客来实体摒扫20几档的清洁工，引起舆论的风波。24日，团讲双方已经达成和解，理性清洁工选择符合劳基法的赔偿金额，无愿意加提一线。不过详细数字甲内容是无讲。90几年开始的这个每年签的这个承揽契约提供给我看，它是一个非常受到雇主的监督指挥的情况底下的工作内容。那所以这其实很明显就是一个在我们台湾中小企业很常见的一个假承揽真雇佣。李小姐讲，伊伫咧博客来摒扫做了20几档，逐工拢准时拍卡上下班，工作也拢符合主管的指示，无请过几工假，突然间被通知讲被辞退。不过，伊指控讲，这款年来的付出，毋但是无劳健保，就连退休金也领无，所以找律师斗3工。看李小姐的文件，律师发现双方明明是雇佣关系，不过博客来所甲李小姐签承揽契约，涉嫌假承揽真雇佣，闪骗劳健保，也无提领退休金。我会就要请台北市政府劳动局然后去查了解，如果确实是雇佣关系而用承揽的方式去规避。那也请地方政府呢依相关的法令进行裁罚。若是从属的关系有指挥督导等行为，就要签雇佣契约。这么劳动部也要深入调查。虽然博客来是出来处理，不过唔知是不是让和民众的愤怒压来。母公司统一集团是回应讲，针对这件案件，博客来总经理是调离现职，而且进行内部的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各位乡亲，咱做伙来看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总统蔡英文按算第日期召开国安高层会议，希望表约延长1年方案会当做出决定，然后送到行政院甲立法院来做决定。拜六进程若有顺利公告，就会伫1年后来实施，也就是为2024年的元旦开始，满18岁95年次以后出世的，日期会为即卖4个月延长做1年。若月期卖调做是15000块。咱来看《中国时报》，
台铁每个月拢会接到万外件爱倒找旅客拍无去的物件。目前若是将物件寄去指定的车头是免收费，不过煞去互人乌白使用。台铁决定要修改这个规定，所来会比照旅客行李包裹托运的方式来收费，上限是35块。旅客伫2天内若是无来领，就要加收保管费。甲包裹同款，一天一件是收25块，按算伫咧申请了后会来实施。接下咱来看联合报，根据健保署的统计，疫情期间医疗院所整体就医的数量是有明显降低，基层的诊所感受是上界深，去年降到19.5%，其中以耳鼻喉科的数量是减上侪，因若病院是以小儿科减上侪，不过精神科就医的人数却是明显增加。再来，咱来看政治的消息。高雄民进党团宣布要派前议长康如成来选议长。因另外一边，国民党的市议员陈俊杰是批评议长候选人的提名无成协商，所以伊宣布退党，要甲康如成做伙来参选。因国民党原定的议长候选人陆小美，伊嘛因为党内有人无支持，所以宣布退选。第二党主席陈其迈带顺利连任的高雄市议员邝如成、田根芳离市中岛开记者会，经过协调，陈其迈宣布派邝如成选议长。感谢康如成同志跟我们郑光丰同志能够顾全大局，成就党内的团结。除了要结合党内同志的团结以外，我也会请求拜托各个党派的议员一起来为高雄而努力。邝如成讲会找别党合作，无偌久，国民党的市议员陈俊杰就透过民进党联合发声明，批评国民党的提名无充分协商，宣布要退党。要伊甲邝如成，也有无党联盟的李顺成最近发声明，要甲邝如成配选副议长。本来国民党是有29席，有很好的一个空间。但是却会发现有本党的同志在抢投靠嘛，那当然是让人家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了。不代表哪赢参选高雄市长的关志军认为遗憾。另外，议长的候选人也是现任副议长刘小美，中道监管无有紧发声明，讲因为少数议员讲要退党，也不爱支持伊，所以要退选。状况我们还在努力在掌握当中，然后也会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到最后一刻。吴建廷赶紧落南去协调，不过那赢临时换人，再加上内部分裂，和议长的选举有了变数。因为台南甲高雄的选战正激烈，民进党中评会主席赖瑞良讲，若走票绝对是开除党籍。记者综合报道。镜头咱来看台北市立委的补选，即马拿力拼场是真拼死。民进党吴怡农甲国民党王凤仪，昨昏透早拢去上山的草埔市场拜票，双方是拢无互动。针对国民党讲吴怡农唔敢辩论的代志，伊回应讲，对手敢若会乌白骂，根本就无虾米有效的政见。另外，民进党嘛批评王凤仪甲林奕华是绕跑姊妹啊。不过，王凤仪却颠倒是讲，伊支持林奕华做台北市的副市长。好，谢谢。平常的民众热烈支持，和民进党的吴怡农正欢喜的甲大家最近翕相。台北市立委补选竞争正激烈，吴怡农早起到上山区的草埔市场扫街拜票。正巧的是，国民党的王凤仪也来遮，两个人最近伫咧同一个市场争取选民的支持，双方也个小相亲，拼人气，拼支持度。我们今天市场扫街的行程很早就安排了，大家也知道，我们这一次选举只有短短的5个礼拜，所以基本上选举的节奏从很早就排好了。我想我们都是抓紧最后的时间哦，在全力的拉票。不过，外加王凤仪辩论和人赢积极伊行前，吴怡农是反驳讲，又提出真侪政见，只敢若看到对手一直伫咧骂，领导口舌讲王凤仪叫别人下台，那是政见。对于网络的声量落后，吴怡农也做出回应。从市议员的连任就开始在选举，那他的声量是非常的高。那第二个原因是，过去这段时间我们面临不断的攻击，还有谩骂，还有抹黑，还有造谣。那这些负面的选举模式当然是有用的。王凤仪就特地核三演习，提出日本关心电源的危机，也慎重考虑核电要延期。强调欠电也是国安议题。针对南亚的立委林奕华将会接任台北市副市长，林也是说王凤仪甲林奕华是绕跑姊妹花，
占着规歪做事。有关我的问题啊，其实我很早都跟大家非常诚恳的来报告过了。那至于林英华委员哦，他未来会担任台北市的副市长，那么他是一个非常适合的人选。对于那日的选情之下，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加台北市长当选人蒋万安拢会参加王宏威的造势晚会。因那总统蔡英文心节到场支持王义良，引起大家的注意。王义良是讲后礼拜就会对外公布。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咱来关心台海的情势。美国总统拜登签署2023年的国防授权法案。授权未来5年要予咱台湾100亿美金的军事援助，也有20亿美金的军事贷款。不过，即嘛是要卡伫种疑义，拨款的法案无甲要予台湾的100亿美金伫伫内底，敢若通过要予咱的贷款。针对这个代志，外交部要是感谢美国，展现对咱台湾安全的重视。美国强化台湾自我防卫能力，总统拜登签2023年度国防授权法案，甲台湾有关系内容超过50篇，其中上受注意的就是授权未来5年提供台湾100亿美金的无偿军援，20亿美金 FNF 贷款，贷款的期限是12年，也有上济10亿美金的防卫物资加服务予台湾。像是要求美国国务院将台湾纳入加强与区域盟友以及伙伴的太平洋岛国合作。以及透过国际军事及训练计划，协助台湾来强化防卫能力跟军事的互通性，那么奠定双方未来合作的基础。不过，美国要军援台湾就要拨款法案支持，但是蒋经国所通过拨款法案无包括无偿军援，只敢列入贷款。对此，外交部议员表示感谢，讲美国国会一直用创意性的方式，为台美一个各项领域的伙伴关系提供法案的依据，展现强化台湾安全的高度重视。或者讲，无论是无偿或者是有偿的军援，各军拢爱评估，唔通降低国防自主性。我们也希望 F-35啊，但是美国会卖吗？不可能嘛。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是要考虑到的不是我们要什么样的武器，我们还考虑到的美中台之间，美国卖给我们这种比较攻击性的武器的时候，美国是不是能够经得起北京的抗议？另外，各国家专业各干各做，按算备制造2台轻型顺风舰，分做防空型加反潜型，大幅度提升防空战力。2台舰艇按算伫明年加后年开工，2026年成军服役。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咱来关心国内疫情的消息。今嘛国内疫情是渐渐咧加悬，昨天增加17000外的本土病例，比顶礼拜加1%。嘛因为要增加民众的保护力，今嘛若是有做过对抗 BA.1的疫苗，让3个月了后，就会当搁注预防 BA.5的新配方。目前已经差不多有180万人符合注射的资格啊。又有新一波疫情，新冠本土离世拜六新增加17000多例，比顶礼拜六同期增加1%，死亡是有36例，加少年的死亡比例有3例，拢是40几岁，其中2例毋捌做过疫苗，1例有做过1剂疫苗。为了要增加民众的保护力，疫情指挥中心宣布，注 BA.1注射类疫苗的人，3个月了会当搁注 BA.5注射类疫苗，差不多180万人符合资格，上紧离世就当有效。高风险族群，如果你真的碰到你自己本身的工作等等，会常常容易接触到这些有可能有疾病的人，那你可能，我建议可能还是稍微打一下。另外，中国防疫放松，确诊病例大量增加，有人讲发烧了，面色青顺顺、扭皮，也有人连喙齿也泛黑，怀疑是新变种病毒。对此，国内医生认为，国际上也无看到相关的文献报告，认为有可能是药物所引起的过敏反应，不是新冠病毒所造成的。这个病人是不是有额外服用一些非西医的药物所导致？那才会造成说局部像是舌头有发黑啊，或者皮肤有一些脱屑的情况出现。专家强调，中国的疫情暂时也阁未影响到台湾，因为目前中国北京主要流行的变异株是 BF.7， 南方的城市是 BA.5。因那两个境外疫例的个案，大部分拢是感染 BQ.1、XBB， 来自新加坡、欧美等国家。不过也是要注意对华疫情的发展，做好咱家己的防疫。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的卫生局查到有一间做保健食品的大工厂，因使用中国制造的加盟工啊，而且佫验出这内底有致癌的物件。目前这个产品已经至少卖出去4万多粒啊。
卫生局要求业者都要赶紧把产品回收，冇提出对消费者补偿的方案。将关门港的维他命竟然验出一级低干部环氧乙烷。台北市卫生局讲，这款的问题产品是由保健食品大工厂汇昌事业公司对中国进口10万粒的关门港，其中46000粒大工做成维他命 C 了，交予整体生活企业公司伫网络卖，即阵已经卖出44000多粒，已经要求业者回收产品，并且提出消费者补偿的方案。它就是产制46000颗的产品有销售出去，那当然有其他的项目，但是都还没进行销售，都还在工厂里面，所以屏东就直接在工厂那边进行封存了。卫生局讲，这款问题产品无亲像市面上所卖的关门港有固定30粒，也是60粒的包装，伊是采用网络的会员制，依照需求客制化包装了接卖。离动物科医师是根据环氧乙烷是工业制造气体，主要用伫设备消毒，那长期暴露接触，恐惊有神经的毒性，而且有得到肺癌、淋癌的风险。环氧乙烷这东西长期接触也可能会有一些神经毒性啊、头晕啊、头痛，就是一些神经学方面症状。所以环氧乙烷的话，其实它是对健康会有危害的。医师表示，过去日本甲印尼的泡面以及美国有名的品牌冰淇淋哈根达斯也被验出有环氧乙烷，这低干部到底是安怎照顾产品内底，需要调查清楚。卫生局是强调，关于汇昌事业公司使用的这关门港的外壳检出浓度有互人体健康危害问题，会依照违反食安法以上台北地检署侦办来查明原因。记者综合报道。最近这几天，全台湾的天气是寒死死。昨暉伫桃园一天以来，都有6个人死亡。不过，心脏塌去并不是干那济岁人会发生的，即嘛少年人的病例嘛有增加的现象。根据研究，对心血管疾病患者也是老大人来讲，安全的温度是伫咧18度。医师嘛提醒大家，一定都要注意室内室外温差的风险。天气真寒，日前甚至有一个30多岁查甫人无顾血压这问题，因为有食薰造成血管的病变，雄雄死去。当中医师提醒，少年人也因为天气寒而雄雄死亡。减少运动、肥胖的普及率增加，还有这个抽烟，在年轻人都很普遍，这些都导致年轻人会增加所谓心肌梗塞。那泡温泉的时候，如果你是在吃饭过后，血液大部分流到你的肚子，再加上泡温泉，你的血管在皮肤舒张，那血液都会离开心脏，那更会增加你心肌梗塞的机会。当真科医师接触遐看起来真健康的少年人，也暗中误大个危险的族群，像是咧冬天大食大啉的人、欠缺运动的人，也搁伫咧啉烧酒了后，也是食饭了后泡烧水洗身躯，也有情绪起伏大，也是感冒也袂好的人，拢要注意天气寒雄雄死亡。另外，英国研究指出，无共疾病的患者室内安全温度也无共，肺部疾病的人建议室温21度，心血管疾病也是老大人拢是18度，细汉囡仔是建议16到20度。洗澡的时候、脱衣服的时候。然后从一个空间到另外一个空间以后，这种温差很大，其实对心血管疾病的人是非常非常大的危险。天气寒时，到无共环境也是房间爱注意温差的问题，厝内底温度也莫调伤悬，才袂头壳晕晕，保持安全的温度，才有法度降低天气寒雄雄死亡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镜头咱来看家己。伫家己公园有一台1912年制造的蒸汽火车母，伫咧1976年退役了后，就拢放伫咧遮咧做电视。去年林体文资处开始修复这台车，即马已经完成试车，希望让这台有100年历史的火车母会当阁行伫咧铁轨路。火车大大驶入来，这台1911年制造的21号蒸汽火车母，是阿里山林体第一台28吨的蒸汽机关车。林务局林体文资处用18个月时间来修复，用符合环保的土炭动力，让这台100年的火车母会当搁再运作。我们已经验收的程度是可以自己开到主起来回，我们会一站一站往前推，所以我们现在只要报交通部核定以后就可以营运了。这台21号蒸汽火车母伫阿里山服务64档了后，搁伫嘉义公园展示43年，是真侪在地人重要的基地。伫2019年送登去修复到呾，会当看到伊搁再出现，真侪在地人拢真欢喜。它是一个可以是国宝，我们的国宝，它重新复驶，让人感觉非常的振奋精神，非常的开心。
配合阿里山铁路通车110周年，11蒸汽火车部嘛宣布要来复赛。林体运输处表示，透过这届修理的机会，唔但保存重要的文物，嘛建立火车零件的资料库，加培养专业的修理人才，要让台湾林业铁路的历史会当继续延续。记者林伟霆加以报道。在台北华山园区迄卡里啊，在拜六礼拜时阵，互农民排单的大埕，因为煞位了后，已经几个月拢无营业，昨昏重新开幕。农委会主委陈吉仲表示，希望以后拜1到拜5卖当营业，农委会卖到补助经费。2、1，请启动。台北希望广场3点024正式开幕。自2001年开始，为了照顾受9日一大地震影响的农民，新北市农会伫台北北铁路设希望广场，予农民摆摊卖菜。到呾刷到华山草埔边啊，已经是第3个所在，所以号做希望广场3点0。咱的3.0啊，对产品的要求啊，一定要3张1Q 的这个标章，希望消费者买了安心，食了非常的放心。希望广场目前敢若拜6礼拜营业，全国各地头的农民久久才来遮一届，要安怎吸引消费者继续甲因买物件，嘛是大家农民感觉上要紧的问题。希望广场遮的生意真正袂歹，阮就是云林组甲会来遮摆摊一件啊，所以啊，阮若是有人要买阮的肉品，也是能会使甲阮的官网的来。啊，阁有官网会使去你馆订购安尼。是不是按照将资讯平台建立好了，以后因免来希望广场，也一样可以从我们的农渔民里面来买到这样的一个农渔畜产品。但吉中嘛允诺，未来农委会会出钱，予希望广场伫拜1到拜5卖当营业，拜托农会斗3工，伫遮打造一个实农教育的基地。记者林书、谢桂林台北报道。天气报你知。气象局继续针对20个县市发布低温的特报，高雄以北甲宜兰也有可能会出现6度以下的低温。按算到后礼拜1的24，温度才会比较较小落。所以咱做伙来看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上低7度，上悬16度。中部地区上低6度，上悬19度；南部地区上低7度，上悬22度；东部地区上低8度，上悬20度。咱来看外岛地区上低8度，上悬17度。还有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丹妮。最近这几天大家都爱穿好少，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